要争取连任的民进党立委赵天麟，即马逼出讲伊外口有查某，而且阁是中国人，惊早起赵天麟重新出面来回息的承认错误，还强调讲这已经是几多年前的代志咯，因太太也已经原谅。不过，敢会继续来选立委，本人是无做回应。高雄市长陈其迈是认为，这就要检讨立委布局。大清德也讲，当事人有责任向家庭也个社会交代好清楚。 那说实在，这个记者会召开实在是我非常惭愧的一个时刻哈。那这个多年前，这个发生了一段不应该发生的这样的感情，那造成了我的太太非常的难过，那也受伤。那说实在的，我相当的自责。 洪标出艺术家中国籍的女子婚外情，民进党立委赵天麟临前一暗二时早起亲自出面回息咧，承认婚外情，只是时间是几啊年前，已经出伫太太甲囡仔了解。委员是否会退选？ 记者会无到2分钟，赵天麟讲完想要讲的话就离开，无回答任何提问。行为很不应该啊，这个也应该要深挚的检讨。高雄市长陈其迈是讲，党会爱赵天麟亲自检讨，对立委布局也爱心性评估。林焕仪共党都会立委访问到这件代志，拢赶紧离开，无被回答。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早起出席民进党国政记者会时，也无正面答复，敢是爱赵天麟退选，态度互人有想的空间。 当事人自己的事情有责任啊，对家庭还有对社会说明清楚，这个是他无可回避的责任。形象称呼赵天麟表出回文，恐惊冲击连任地位选情，港山区竞争对手拢表态。这位女子的身份到底是什么？跟你的职务上有没有任何的关系？我觉得你有责任，必须要向社会大众交代。呼吁。 那个我们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副总统还能够勇于面对这个事情，迅速调查。赵天麟中正资料完整，捌伫2018年到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对上现任市长陈其迈，伊当年伫地方拍基础，也有袂少子弟兵，顺利当选高雄市议员。即摆拼立委4连霸，说伫选前逼出婚外情，互民进党定调即摆大选爱总统胜选，高雄立委席次红不让的算盘拄着乱流。 无表态退选的赵天麟看起来像要继续争取连任，党中央安怎指挥考验智慧？记者综合报道。